呢度就係卡拉 good 第一間分店，我哋嘅發源地。當年你就用18,000蚊訂翻嚟嘅，係，但係頂咗手之後就覺得賴嘢啦。舐晒嘢啦。係啦，因為聽啲人講咧，呢度當年好多負資產，所以咧5蚊3粒魚蛋咧都要講價嘅。我哋當日咧就企喺度成個鐘，真係好似冇乜人行。係，跟住然之後隔離左右仲會睇死我哋，覺得我哋呢兩條靚妹咧係做唔到嘅。因為我哋嗰陣時好勤力咯，俾人哋開得早，收得晏，仲要派傳單，每朝早7點幾。竟然有客人去問我一個 junior 嘅你啦，係咪一個老細咯？你知點解當其時啲客會咁樣問啊？點解咧？因為你洗頭洗得好舒服咯。冇辦法㗎。咁我又未做師傅喎，咁做 junior 我咪狂練咯。印象最深刻咧嗰一幕咧就係喺我開張前一晚，我記得係8月23號，我哋執到凌晨2點幾，然之後好彩我哋買個叉雞麵食。我哋食叉雞麵嘅時候，就係喺呢度嘅台面，當其時係玻璃台嚟嘅，食下成張台冧咗落嚟，跟住之後就即刻打電話俾我裝修，第二朝嚟幫我再整。咁如果我哋嗰晚唔係食個叉雞麵，可能冧嘅就係頂到個客咯。過沙士冇幾耐啦，我諗1年到啦。咁跟住就真係穩陣啦。咁嗰陣時你係我呢度嘅紅牌阿姑嚟噶嘛，一個紅牌嘅洗頭嚟噶嘛。咁全部客人都中意揾你洗頭，同埋係明知道你係一個 junior 嘅時候，唔通我聽日幫你剪頭髮？即係嗰時我就決定咗係應該要開間新鋪，順便俾你做髮型師。你都幾夠薑。係啊，其實我真係幾感恩咧，踏出咗呢一步。我記得由02年開屯門啦，跟住04年開元朗啦。跟住09年開荃灣啦，跟住14年開尖沙咀啦，跟住16年開銅鑼灣啦，即係每一步一步咁樣行出去嘅時候，我覺得係真係你夠膽行第一步，真係選擇先有機會，相信先有可能。嗰個男人嗰個係勁睇死，記得啊，因為嗰期時就話你開埋出荃灣得唔得㗎？咁多間鋪你顧唔顧到㗎？啲 partner 好容易拆伙㗎喎，我咧平時做生意點㗎啦，點樣拆伙，即係會覺得係開多2間，你咪賺多啲 partner，就會好容易拆伙咯，同埋一個人兼顧唔到咁多嘢咯。好記得呢個就超睇死我。喂，喺度啊，仲喺度啊！我會覺得係今日我喺咩位置唔重要咯，即係最重要係我點樣去行呢條路，點樣比人哋更加努力咯。即係我相信我自己一門手藝係可以令到我有一日會成功咯。